来，这个是南韩的直播主合作去峨眉徛五妹，搁一届来台湾做直播。元宵节，伊到台南来体验到咸水的芳仔炮，结果去炮仔放着伤。活动结束，伊嘛不倒腰，到路边摊买大肠包小肠，但是一份竟然都要100外块，嘛引起着讨论。有民众感觉讲伤贵咯，讲50-60块较合理，但是嘛有人帮忙来收钱，讲这个活动甲租金拢会影响到绩效。嘛有人点出着关键，讲若是真正是用低的大肠落悬的糯米肠，安尼自然就会较贵。南韩人气真火直播主徛五妹来台湾体验咸水芳仔炮所带来的震撼，结束了伫路边买食台湾的美食大肠包小肠。100听到生意人的报价，线顶的网友惊一条。这个徛五妹一来开始食的时，台湾的民众就替伊讲话啊。有人讲这无含什么料，阁卖100块，真正无合理。但阁冇人为生意人，认讲过年过节摆路边摊，一般来讲拢会较贵。看到两排人马伫咧收钱，徛五妹嘛有家己的看法。国中，因为国中有点贵。未少乡亲爱食的大肠包小肠，伫台南哪会卖到100块？实际找另外一间店，这个烟钱行间的金鸭金黄，甲大肠搞做伙，搁淋淡薄牛仔粿，一组才卖65块。应该55到60左右吧。哦，哎呀，可以接受的价格，大概在这样子。你要考虑讲人家也是要生活，养猪单位当然是成本会较高啊。对。大肠包小肠计小那会差济，主要是因为肠仔皮甲租金的问题。单位贵啊，租金啊，还正常的啦。人工成衣的话，一份差不多70-80块。那如果是猪大肠的话，那物价指数膨胀哦，现在一份都要300块以上。除了实在租金，当然大细条嘛有差。到底偌济钱才算合理，就看消费者敢会当接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